关有一个高中老师对校舍顶悬栽落来过身去，因为伊捌讲家己受到霸凌，这是引起社会关注。今仔日比昨昏搁较烧热，拜六礼拜会是好天气，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搁要落南，南海也有热带扰动等的发展。来关心天气，这冷空气呢有较强烈，所以今仔日透早气温是比昨昏还搁较温暖一寡。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又搁有东北季风要落南啊，这方面这落雨的几率会变悬，气温也会对咧下降。另外呢，这南海嘛有热带扰动会来发展，判断对台湾是无直接影响的。 24节气当中的小雪特别降落，20日玉山也观测到落雪状况。这两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西半部、北部和花莲等地区不止冷无到20度。气象署表示，对拜五开始，虽然东北季风减弱，不过双北、基隆和宜兰雨水也是会较济。到礼拜的时，全台湾天气才有明显变烧热的感觉。礼拜天到礼拜一，这是相对这个礼拜。 整个天气上面会稍微整个气温是回升，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东半部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另外东南部以及恒春还是会有长浪，各地的气温都是有明显的回升的。气象署提醒讲，到后礼拜一暗时，东北季风会搁变强，所以像讲北部、东半部都会搁开始落雨了，而且北部和东北部嘛会开始翻冷。也来其他地区早起和暗时也是较凉冷小可。 温度上面来讲，北部区域的高温又开始下降下来，整个大概是在17到23度。那中南部整个降温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清晨的低温还是要注意，还是会有20度以下的低温。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后礼拜是菲律宾东边海边的低压带，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风台，但是目前看起来未来的路线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 来看这行政院甲宜兰县府呢，拢有针对即届宜兰的水灾来提供补助，也毋过针对着这结合式的主体，这公共设施甲点头，其实拢无相关的补助。咱来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这水灾补助的对象呢，拢着有实际咧大即个事实，未来敢会绑定标准，会甲中央来反映。 早餐店的饼店也个人看到饮水时阵的水痕，业者讲因3台冰箱拢坏去，袂使用啊，袂使用，家拢无去啊。轻度店内面的茶拢饮水，业者损失真惨重。不过，即款伫咧宜兰111水灾受损的业者，照怎么的补助方案，拢领袂到灾损的补助。另外，罗东东山甲五结市区。 将在结合式主体饮水时阵，地下室电梯公共设施歹去，也无法度申请补助。临时适格中证明有淹水的地方有补助，我们这个商家怎么没有补助这样？我们是觉得说，应该像车辆的部分的毁损，因为水灾也是应该有一些补偿。 会使申请补助的受灾户，有人伫饮水时阵人无伫咧厝内，袂呼救，这边就损失3台车，讲怎么补助金无够，希望会当争取更较多。因若带烟波饭店车河水因未带客，也拍算伫今仔日出面积极饭店水闸门即款防灾设备，一个应变的能力，像蹲沙包的方式，拢有重大缺失。我们适当的时候会跟中央反映。那如果中央无法修好以后，当然我们地方一定会配合。针对结合式主体甲业者无法度领补助金的部分，官府讲会甲中央反映，看是毋是当修法来解决。 因若烟波饭店水闸门的防灾设施，经过调查并无违法。饭店讲，照法规，逐个月拢有做消防加防灾演练，设备要定期做检查，正重视防台警报加所有的防灾应变。做大水时阵，水闸门也正常无故障。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大树九曲洞的这个菜市仔呢，自6月开始改建到今，毋但这时间是安尼拖刷刷，而且做一半佫无要插啊。有议员是认为讲，这包厢安尼做，有一寡店头呢是无通去做生意，而且这租金佫直直安尼了去，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那市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找到新的包厢，会重新来施工。 这到底是谁挂的白布条？我也不知道哈。议员讲的白布条是厂商刊的，申报高雄大树九曲洞菜市仔改造工程的厂商，工程做一半就放讲歪插，咱实际来到市场看，规个涂骹乌甲空空刻刻，一条长长的沟仔都坏伫个店面头前，有10外台摊商受影响。摊商讲，工程自6月开始做，较打半年也袂好，伊的店面拄状况好，就等着施工，即阵敢若会当伫平久的大头家卖。卖到半年啊，嘛拢无任何的补助啥啊，主
租金也是照收，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你按行李差偌济啊？应该差80%有吧。我们是卖便当、卖吃的，对，然后所以就根本没办法营业，所以他吃光到现在，我们一天都没办法做。摊商讲，因为会营业，便当店已经半年无做，不过租金也是照纳。议员2站嘛，伫议会质询，市府会经已经找到新包商，最近对重新施工，后续工期大约100天完成。议员强调，已经做半年啊，即阵阁要拖到过年了，对咧要求缩短工期，嘛要对摊商的损失做补偿。伫阮的市场影响较济，大家生意歹做，为大家拢个关开，那你们这一些。租金是有减免，这个租金呢，这港区啊不得利的，好。那另外在救济补偿的这个部分，我会请经发局来研议，啊，在这段期间受影响的生意到底范围有多大？那政府我们应该要做的，要补偿，这个我们会来做。市场答应会补偿摊商的损失。旧曲动菜市啊，自民国59年启用，甲确实有真侪设施需要改造。针对议员讲的通风散热的设施，市场也答应会纳入工程做改造。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永昌报道。最近伫这社群平台有出现一个卖零牛粉的广告，毋但是强调这是家己农气所研发的，甚至连家己馆长洪忠良也拢有出来推荐。也毋过，其实这个影片呢，就是 AI 落去做的。家己管府甲农气所已经有出面来配合，呼吁民众毋通互怪气。目前警方已经介入侦办。普通的营养粉，这是我们嘉义人献给台湾的健康之宝。影片出现家己馆长洪忠良的头像加声音，推荐农业试验所研发的1年外的零牛粉，就乡亲来买，回购付款。也不过其实洪忠良根本无拍一支广告。嘉义县的所有的推荐跟农产品啊，一定会在我的粉丝团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是我推荐的哦。那或者是有的人会把它做 LINE 上的一个转传。那所以这是一个诈骗的行为。业者唔拿利用 AI 画面甲声音，借用洪忠良身份来推荐农业产品内容，也公告工会也会指定公校涉嫌违反食安法定法规。好影片点名是研发单位的家己农气所协保理事也出面补贴。嘉义分所从来没有研发出这种所谓的上面所写的斗牛士奇亚籽坚果藕粉，这个是没有，绝对没有这一回事。那洪忠良先调调查大王政治，从 AI 画面改造来推销保养品，刑事局公布听看的假冒诈骗手法，除了 AI 画面改造名人代言影片，也是保养形象卖商品，也会改造在经专家讲有内线消息，也是改造名人以送车送礼名义，引导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 AI 技术变造影片，或者是声伪技术。假冒名人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名义贩售，投放广告贩售来路不明的商品，也请民众务必要小心谨慎。警方接到关乎报案，已经介入侦办，各项并且通报要求铁路影片，所谓时代的 AI 画面诈骗，互人真歹防范。警方也提醒民众一定要多方面纠正，以免去互骗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立法院法制局的报告，这 TikTok 抖音呢是4岁至18岁上接使用的 App， 每39秒就会推荐一个影响到身心健康的影片。咱教育部处长刘国伟伊也讲，其实这 TikTok 甲小红书呢是无法度禁的，所以会持续来推动防护甲素养的教育。快速杯用户有兴趣会手会到看抖音国际版 TikTok 15秒至60秒影音已经是部分台湾儿少日常。中研院台湾团部调查资料库2023年第3届第2期的调查，台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使用 TikTok 抖音的比例，国小 43.61%， 高中 57.87%， 高中 50.73%。开始接触的时间点是小学5年到6年，接触的原因是社交。像现在很流行，就是用 AI 来配音，它就会去制造一些名人没有说过的话，又或者是说呢，像现在的孩子看多了，因此他开始喜欢用支那语、用支语。民进党立委吴丽华指出 ，TikTok 有袂少资讯是错误的，有的还佫有软性政治宣传，慢慢洗脑的真侪。根据立法院法制局的研究，引用英国非营利组织反数位收份中心报告指出，2022年台湾儿少平均每天使用107分的 TikTok， 比 YTA 67分较悬。
啊，毋过2.6分钟内就有自杀内容，8分钟内会推杀饮食失调，每人39秒会杀一个负面身心健康的影片。目前伫校园虽然下述网络封锁TikTok甲小红书，毋过学生囡仔用家己手机甲网络也是看会到。你进得了吗？第一个进不了，但是我们会透过我们就素养教育。教育部的立场目前只是告诉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宣导，但是你也进不了。是的，你目前就是进不了，也不打算全面进。这个进不进的不是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处长刘国伟坦白讲，无法度禁，会持续推展丰富甲素养教育。教育部甲数位部这部会也会释出免费的数位工具包，协助家长设定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过滤不当内容，降低接触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仔日透早7点外的时阵，基隆市政府东平300多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呢，是来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是153公里，或者是讲这站地震呢是发生伫琉球海沟，所以对台湾是无啥影响的。那另外一站发生伫云林高坑4.3的地震，这云林甲嘉义拢有感受到。监视器的画面翕到电火小可海来海去。透早3点43分，云林高坑发生做是规模4.3的地震，真侪人拢还咧困，常常感受到发生地震。有些人会有感觉，他半夜可能有摇了一下。无执大啦呀，平安无代志，拢还咧做工课。地震测报中心指出，地震中心伫咧云林县政府东南边17公里的所在，深度仅5.4公里。地震原因是因为板块下陷。早起8点外，佫发生一件规模3.3的地震尾，深度佫较浅，仅5.2公里，研判是独立的事件，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并无关联。这个地区附近，其实我们搜寻一些历史地震，在这个附近。浅层的地震其实也不少，浅于10公里以上的地震来讲，这边是因为很多的一些逆断层在这边。那过去历史记录上来讲，比较大的灾害性地震都是在这个10公里以上的地震。地质专家分析，这个3点外高坑的地震虽然无算罕见，不过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同款是发生伫咧玉断山顶悬，嘛拢伫咧西部鹿山带。因为地震中心无甲10公里深，所以对地面的影响相对较大，需要持续关注。也若基隆市政府东平300多公里的海峡，早起嘛发生规模5.3的地震。宜兰、花莲、南投甲台东拢有一级的震度，是属于区域较细的地震。专家指出，因为发生的所在伫咧琉球的海沟，离台湾嘛较远，深度嘛真深，所以并无啥物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几天啊，这中日外交的气氛是真紧张。美国国务院也出声来消停日本，讲这美日同盟的关系呢是真歹，因也反对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状。也那咱总统赖清德因嘛伫社群平台来打出假消息支持日本的消息，连国外的媒体也有来报道。另外一边呢，这美国联邦参众议院是来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来解除台美之间这交往的限制。听候总统 Trump 签署了后，这法案就正式有效。美国联邦参议院无预期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建议解除台美交往限制，像保证外交、军事等官员活动的种种红线。国务院爱2年审查一摆，各向国会提交报告，确保台美会当更较自然正常交流。因为这个法案5月已经伫众议院过关，刷落来送到总统川普签署了后，就会当正常生效。你有没有想去嘛？我就问你嘛。当然，站在我们就是有机会，当然是应该要去啊。外交部长林佳龙讲，嘛未来有机会访问华府，因为美国过去有所谓5兵单，禁止咱国政府总统、行政院长、外交甲国防部长进入华盛顿特区。也毋过，川普第一任来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为台美官员互相访问解禁。时任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正做台美断交以来访台战绩相关官员。拜登任内时任国安秘书长郭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更加是踏入华府，无远远的 AIT 总部甲美国官员会面。我觉得重点是要看美国的行政部门，他对于解除台美之间的一些限制放宽一些交流的层级包括广度，包括深度，我就要看美国行政部门真正在政策上的实际做法。另外一方面，日本首相多次查表台湾有代志的讲法，和中日关系冻结，中国佫实施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对日本施压。林佳龙指出，中国已经在协调霸凌其他国家的案例真多，台湾爱伫关键时刻支持日本。请我们国人多去日本旅游，然后多购买日本的产品，那来表示我们台日的友好。
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平台铺相片，透过中昼当时日式的素食加米索汤，特别标注的是来自鹿儿岛的青柑加北海道的日月涵，以行动展现挺日本的态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就是在菲律宾呢有一个有中国背景的女性，叫做桂花萍。伊假做是菲律宾的公民，而且佫选调做市长。毋过因为伊有牵涉到跨国的人口买卖案件，而且佫有经营诈骗园区，落尾互法院甲判无期徒刑。检方是指出，讲在园区内底呢有超过700个，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受害者。原来这个案件也互外界真烦恼，讲中国的势力正在扩大。菲律宾法院23判华裔女性桂花萍要假冒美国公民身份，以2012年当选北部办案市长，因为牵涉一个由中国团队经营的大型诈骗园区，互法院判无期徒刑。Convicted po si Alice and yung pong other 7 accused. Life sentence po and forfeited po ang entire Baufo compound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法院当时裁定，桂花萍甲7个共案被告全部判无期徒刑，园区资产也全部没收。这保护园区自2014年遭到搜查，现场发现为菲律宾、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印尼、卢安达等地超过700个外籍受害者，真侪人被逼做诈骗，那不将甚至被判拘禁。Not just a victory for the government, but a victory for the victims, for the community. And pati na rin sa ibang bansa, makikita natin kasi ibang biktima ay may mga foreigners. 菲律宾反跨国犯罪委员会表示，这案件受害者为真济国家来向定菲国政府，第摆对跨境诈骗人打击成功。桂花萍被指控是诈骗园区幕后负责人之一，各用假身份参选摕到公职。伊被抓进前都迄1年，去年9月阿该等于菲律宾。Kino-confirm ko po ang lahat po na sinabi po ni Secretary na meron po akong death threats po at humingi po ako ng tulong po sa kanila at masaya din po ako na nakita ko po sila. 桂花萍去年真济摆伫国会听证时，一直讲家己是菲律宾本地农民，好像甲中国犯罪组织有关系。啊，不过调查发现，伊实际身份是中国籍，牵涉真济件洗钱、贪腐甲跨国人口贩运案件，因为严重导致第2024年互检察专员免职。联合国报告指出，自2013年全球受诈骗损失超过1.1兆台票。当然，已经成做跨国诈骗活动的重灾区。桂花萍案件成做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案例，也可显示各国伫防堵跨境人口贩运甲诈骗方面的结构性的漏洞。外界认为，这案件后续可能牵动非中关系甲东南亚反诈布局。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辑。目前，当咧巴西举办的 COP30 气候峰会呢，总是来导火烧这现场，赶紧来疏开。这嘛，地书真侪当咧协商甲讨论的议题呢，拢无通好继续落去，时间有影去前着啊。加在今嘛火势已经控制掉啊，嘛无人着伤。现场的火势正大，顶头一个小破一空，烟一直冲出来。Was probably electricity thing that happens, and it started the fire. In one, I think it was in the Italian part. Everybody was saying fire, and I couldn't see any exits. We worked so hard for this to happen. 官员讲，火发生一个有上万人参观的南区入口附近一个国家宾馆，是一个大爆棚。火已经控制掉，无人受伤，人也疏散，现场直咧落火。Due to the fire, I think the process will now stop for a while. We have to be on the schedule because most of the delegates will be leaving the Belém in the next days or 2 days. 到火气当阵，各国部长正伫咧谈判，想要解决伫化石燃料、气候融资甲牧业措施，大家无同的看法。这届2礼拜会议，剩无到48点钟就要结束。How to close the ambition gap between what countries have pledged in their national plans and the 1.5-degree goal? What can they say about raising that collective effort? Can they put forward roadmaps on deforestation and on fossil fuel
transitioning away. 气候资金也是这边主要的问题。讨论世界各国代表团是不是当为上善强的国家做上适当的调配。本来这话拢按算伫19进前要有共识，不过即马看起来袂赴啊。可因为这场大会，会场放起一直到暗时8点，主办国家巴西强调，大家也是会努力找共识。这对加速全球气候行动正重要。世界各国也具体执行这款承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这中小学的校园到底敢着禁止学生囡仔来使用手机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各国拢讨论甲真热。来看丹麦，因是为着要维护这教学品质，甲培养学生囡仔健康的社交生活，所以决定对明年8月开始，这校园内底是全面来禁止，包括手机啊在内等等的行动设备。伫首都哥本哈根北方12公里远，孔恩斯吕维奇的这间中学，2年前就伫个家长甲教职员共同的提议，无允准学生囡仔伫个校内使用手机啊。有39年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霍夫尔森伊讲，禁令还未实施前，校园手机啊真侪，上课定定中断，学生囡仔亲像强势共款，一直看手机的荧幕，失去注意力。下课的时间，学生囡仔中间嘛无正常交流。And we saw a drop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kind of school was not really important. Their phones were all important. The other thing we saw was socially they stopped playing. They stopped doing sport. They actually stopped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during breaks. And that was a really sad moment for us as teachers. 即卖学生囡仔若到学校，爱甲手机啊、平板、智慧手表啊，这行动装置放入个人安全柜锁好，放学才会当摕倒转去。若是某一寡因为健康的原因爱行动设备，像讲糖尿病应用程式，也是读写障碍学生囡仔，学校会看情况互因豁免。相关的规定，明年8月份新学年开始。丹麦所有的公立中小学也会施行。We know that there'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disability to concentrate and focus and smartphones in classroom. So we wanted basically to take that off the shoulders of children and get the school back to a non-commercial also space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teacher to do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do, to teach, and also give children the freedom to connect offline and to play and talk to each other and look up at each other and up in the world. We talk a lot in recess now. We used to maybe just like play some games on our phones or scroll or something, but now we talk and sometimes also play board games and stuff. So. 若是丹麦，随着明年嘛计划伫校园实施同款的手机啊禁令。挪威国会早伫2024年2月就提出限制学生囡仔使用手机的建议。境内96%的小学、64%的中学拢有制定使用规范。芬兰国会今年4月嘛有通过限制中小学生使用行动装置的法案，为8月份开始实施。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来关心国内这行政院呢，昨是来通过正院版本的财违法修法，院长德英泰是呼吁朝野立委赶紧来审议这正院的版本。也毋过，民众党团是积极讲，这正院的版本有讲到地方的经费受1.2兆，这是创新高。毋过，煞甲地方的补助款拢甲乌掉啊，所以因讲这个版本一定会甲摕转去。原来这国民党团是表态讲，要等到南北版本实施了后，再来讨论正院的版本。我是拜托立法院将这部有共识的变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尽快的排审，而且要迅速的处理，才能阻止一切不法的行为会继续的扩大发生。20届百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行政院版本财违法修正草案交换意见，杜英泰2月伫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搁再希望朝野立委赶紧排审。但是民众党团批评行政院版本讲要帮助地方经费1.2兆创新高，严格说违法偷污地方的补助款。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很清楚，行政院院版送来立法院的时候，我们会退回。我们的要求是行政院依法编列预算。你要来去践踏立法院新版财划法，那行政院版本我们就先等新版财划法的法律安定之后，
我们再来思考，再来讨论。在总金额增加的情况之下，各22个地方政府应该得到的都会比新版的更多，不只是让6都可以保持，也让其他的非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挹注。行政院版本虽然强调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土地分配税款、一般性补助、计划型补助3项加起来，未当比114年较少。也毋过无公布各县市完整的计算资料，或者我哪样执政的县市质疑。呼吁财政部的庄部长，其实可以倾听他们的意见，那怎么样修，让大家大概在不满意之下，还是可以接受。若被党团2月伫立法议会也要拼通过在违法第16条之的修正案，修正原本公式内面分母错误的部分，保障离岛县市财政自主性，也个缩小甲本岛各县市的财务差距。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昨美国的4大指数拢收乌，所以台股今仔日也对日落，大盘是跌超过27000点，昨呢才拄创下历史第2大的纪录，也毋过今仔日就拢无去，或者投资客亲像咧洗三温暖共款。观察在宽电股的表现呢，台积电早盘是跌60块，上价有来到1395块。那鸿海科技呢，今仔日起股，毋过因的股票煞跌10块左右。那联发科这早盘是跌45块。除了这台股以外，日经指数也是同款，是跌超过2个百分点。另外，这南韩甲香港嘛拢同款，今仔日早盘也拢真歹看。另外来关心的是，一年一届这鸿海的科技日呢，外界是来关注这跨界转型的议题，因为鸿海有宣布讲要甲 OpenAI 甲 Intrinsic 来合作，若要打造这 AI 机器人的工厂，嘛要发展 AI 伺服器，伫咧美国来生产。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our very, very special VIP, our founder, Terry. 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做伙上台，鸿海科技在1月2日举行，董事长刘永伟大先开场演讲，强调鸿海3大智慧平台结合 AI 技术应用，表现集团顶下整合实力。With NVIDIA and ABB Robotics,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physical AI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nd you will be hearing about our work on the AI robotics platform with Alphabet's Intrinsic. First, smart manufacturing. This is a really exciting space, and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combine our advanced AI and robotics platforms with Foxconn's deep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Together, we aim to build the factory of the future. Alphabet 产品用影片徛台，鸿海宣布甲 Alphabet 所属的软体公司 Intrinsic 成立合作企业，共同实现未来智慧工厂的愿景，计划打造通用机器人，实现工厂全面协调甲自动化。另外，现场关心的焦点嘛，还有 AI is very hard, very, very hard. I have to tell you how many racks that we can do in a week. 1,000 racks that we can do in a week. And it's increasing. For next year, it will be more. 在 AI 伺服器领域，刘永伟嘛讲，为源头、画图处理器模组甲基板，到尾站的液冷散热系统等，鸿海集团提供机柜内差不多40%至50%的关键零配件。同时，鸿海集团也在2月宣布要甲 OpenAI 展开合作，专门做后一个世代 AI 基础设施硬体的设计工作，也甲美国制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这天气呢是一冬比一冬还阁较烧热。虽然讲咱的政府是有投入几若百亿来起特色公园，也毋过其实一寡公园内底呢，这人工草坡是安尼烧烫烫，所以囡仔根本就无法度伫遐佚佗。有环保团体甲离校代表呢，是去到环境部来交出陈情书，望政府会当重视。我希望政府要重视儿少表意权。让小孩在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有发声的机会，因为气候变迁的后果是我们这一代要承受的。国校6年的离校代表囡仔徛出来，甲陈情书交予环境部，伊讲气温愈来愈悬，囡仔人的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希望政府会当针对离校的热伤害问题，提出应变的措施，而且爱予囡仔参加相关的会议，表达诉求。儿少高温要防护，经费编列要够付，
拜五有离校代表环保团体学者伫咧环境部头前开记者会，发表一份调查，发现政府虽然有投入几600亿来起植树公园，不过调查发现这寡公园平均高温拢超过48度，受过烫皮，囡仔根本就无度伫咧遐耍。大安森林公园上交地电高达了74.1度哦，那在台南的仁安公园呢，人工草地高达了81.6度哦。如果我今天孩童在玩乐时间较长的时候，他有机会会导致烫伤的状态哦。对此，环境部是回应，确实今年的温度是比英国更较悬，因也希望地方政府会当斗阵来想对策。高温的这些相关的规划跟思考，必须是因地制宜。所以像今天就是提出来有关这个特色公园这个议题，它就更需要地方政府一起来做这个参与跟讨论。也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和离校代表去参加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环境部是回应，会把意见查登去和总统府来做讨论。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讲到这囡仔的权利，昨呢是世界儿童人权日。中华关228人权馆的特当伫年尾的时阵，拢会来举办人权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就是儿童人权，因是特别邀请到绘本作家来推出白色的我儿权故事册。除了自细汉来培养儿童权利的概念，嘛希望会当增加社会对儿权的关心。绘本主角白白真介意画图，但是因为感觉家己无特别参同学嘛无啥交流，愈来愈无自信。后来用画图交到朋友，心情嘛变开朗。伊可能有很多的情绪啊，有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心情拢伫里面，所以袂当讲用外表去评断一个人。这本册看了，会当感觉温暖的感觉，感受到家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安尼。中华关228人权馆，逐年伫年尾拢会举办一系列人权主题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儿童人权，邀请中华关的绘本作家推出白色的我儿权故事册，希望用轻松的方式，让囡仔人明白维护家己的权利。人权对小朋友来讲，现在蛮重视的，也要教孩子。他虽然有人权，但是我们也是要教他说这个界限伫倒。这后个针对这儿童人权吼，对外口的小朋友交代因来遮吼，因了解因家己的权利吼，因伫因的当这个成长的过程吼，更加了解家己的权利。中华人权馆表示，1月20是世界儿童人权日。台湾2014年公布实施《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到今已经11年，但是有侪民众也是无清楚囡仔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等等。12月应该会安排人权雅典、儿权行动局绘本讲故事的系列活动，望透过活动强化社会对儿童权利的重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在屏东县政府是来传出偷翕的事件，这是发生伫咧昨下晡，有一个查某员工伫咧便所的时阵呢，结果发现这隔壁间竟然有人摕手机啊甲偷翕，所以当场随敲电话来报案。警方发现讲，这嫌犯呢只是一般民众尔，调监视器掠到一个姓李的查某人，目前已经甲移送法办。被害人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发现好像有亮光，底下有亮光，他就很紧急的。底下吗？因为那间是蹲式。便所时感觉隔间有光咧时，才发现有人摕手机仔咧偷翕。屏东县政府北平栋的大楼1楼甲2楼半楼的便所，20下晡4点外传出偷翕的事件。一名县府的女员工伫便所看到隔间下骹的旁出现一支白色的手机仔，予伊是惊到赶紧报警处理。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光线，然后他就大叫一声，他说你在干嘛？那我们陪同他看完了以后，我就去警卫室跟警察报备，那他就马上是通报出去。经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于15时进入县府四处徘徊，趁被害人如厕时偷拍后徒步离开。讯后依妨害性隐私及不当性影像相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28岁姓李的查甫人，是一般民众。伊表示身体无爽快，想要便所，煞偷走去查某便所，掠手机仔甲人偷翕。虽然这名女员工反应紧，随敲电话报警，不过警方看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嫌犯偷先搁秘伫便所，等卡无人才离开。大约暗时8点外掠到人，带回屏东分局侦办。后续交由司法研查研办。那针对后续的部分，县府也会再强化
巡逻以及相关监视器角度的确认。那绝对会在预防这样的行为发生。因为县政府算是公共场所，一般民众拢会当出入。事发了后，警方针对县政府南北平洞58大的便所检查，敢有互人偷装镜头。县府表示会检查监视器的运作，派人加强巡逻，避免搁发生这种状况。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的统计，今年的1月到10月，这报案的电话当中，有25%以上拢是无效吊工卡来咧甲乱的，所以呼吁民众把这119的专线留予真正需要的这个人。消防局是强调讲，若准黑白卡电话呢，安尼会当罚到1万至5万块。喂，9，你好。喂。119执勤中心人员接电话，所无任何声音回应，也有一卡电话报案，专门者监视诊所。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受理63000多通报案电话，无效报案的电话到16000多通，占2%。报案电话中大概有1/4以上是属于无效通话。那这些无效通话中大概高达70%以上是恶意骚扰，或者是无故拨打的。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虽然云林县目前无因为乱报案被罚的案例，不过消防局强调，滥用报案电话唔但浪费资源，也可能占线危害别人生命行为。照消防法规定，若报告卡报案专线或者是黑白报在前，应罚1万到5万。我感觉做一个代志，就是你自细汉教育就爱做好啊。你进老师都拢无尊严去啊，是变啊教囡仔。郑重呼吁请民众不要无故拨打119，因为他已经违反到消防法，那可以处罚新台币1万至5万元。消防局也讲，为提悬效率，建议民众先向市内电话报案，应自动显示地址，加速救援派遣。用手机报案，才能显示其地来信号。应下载119报案 App， 应精准传送位置资讯，提悬救援效率甲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毒品喙烂快筛器这个检测站是全面来实施。高雄凤山随去查到一个骑奥多摆的人，伊的手里哪像有这制毒品的分量，所以警方呢是要求来快筛，结果竟然就是验到这海洛因的阳性。正这是新法实施了后，头一桩这阳性毒驾的案件，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进前，靠着这喙烂快筛，全台湾呢已经查到10件的阳性毒驾。考验10个人，互警方查来，关键发现伊手骨好亲像有制毒品的分子，要求对方进行毒品喙烂快筛器质验测。若伫喙内练几年了后，就用检验，这样发现10个人出现海洛因毒品阳性反应。发现该名骑士手部疑似有注射毒品痕迹，警方对该名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如果呈阳性的话，除以道交条例第35条那罚以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外，同时是移置保管车辆，还有吊扣驾照。今年全台有2169件食毒赛车，今年1到9月已经超过5000件。过去检验爱抽血验尿时间较慢，中华18就发生姓陈10个人，好亲像是食毒赛车弄死云林人逃走。警方隔天查到时阵，车顶超出海洛因、送死烟弹、大麻、K 他命甲安非他命等毒品。不过迄时阵无法度确认伊是毋是食毒赛车，检互喙烂快筛或者认为有一定的效果。加强警方去判断说，在路边去观察驾驶人的行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有合理的怀疑说他可能有疑似毒驾。那毒驾我们必须要尽快让他能够禁止再驾驶。警政署统计，到1日早起10点为止，全台喙烂快筛检测有10例阳性，或者认为快筛这个方式应减低检验的时间，对公共安全有帮助。认同安尼检测，也建议警方加强使用喙烂快筛司机的教育训练，让快筛发挥上大功效。记者综合报道。又搁传出校园悲剧这是发生伫新德县，有一个高中老师昨对学校5楼跳落来了后，送病院救无回来，这是引起外界的关心。初步调查，这个老师呢是因为管教这学生的方式引起争议，互学校加以调查。后来伊是去投诉，讲伫工课场受到霸凌，造成伊有情绪的困扰。目前校方是表示讲已经完成校案通报，也会配合警方来调查。
新乐馆一间国中校园传出上课的时间，老师写落来的意外，但是发生伫拜四早起8点外。学校表示，当时学生拢在上课，所以无人看到事发当时的状况。经过救护车送病院，救无回来。事发了后，相关辅导人员有进入校园，针对学校员工甲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老师呢，他因为在几年前开始就有身心症状。那在几年前，我们因为考量他的身心问题，我们也调整他的职务，让他担任专任老师，让他减少他的教学工作的压力。那如果有各种学生有需要个别一一辅导或者是小团体辅导，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学生协助。新乐馆教育局指出，这位老师因为管教学生方式引起争议，和学校调查。这个老师也去投诉学校对于工课场霸凌，也因为这个代志造成伊有情绪困扰。校园内发生这场悲剧，管府讲会搁进行调查。后续这个事件，我们也会请学校主动来继续来了解。针对家属部分，我们会请学校来协助跟那个。看需要有什么关怀的部分，针对学校校园部分，那我们会启动校园的一些諮商跟辅导。校方面表示，会按照相关制度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已经由校长调集危机处理小组完成校案通报，也会全力配合警方甲相关单位刷落去的调查。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台中代理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记工程公司呢，是互人指控，对2022年开始，连续3档在分化处理的日子呢，拢超过法律规定的300天，而且今年又搁违规啊，也搁为因7月的时阵，这带澳新的排放也超过标准。也那环保局的讲，已经甲开发64万许可证，也会严格审查。汉期违法超商，因勒令立即停工。这10个民众甲团团伫台中市府头前举标语抗议，伫台中代理经营20多年，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基工程公司，从2022年至2024年，连续3年拢违规超销。今年11月14，已经达到每一年300日许可的操作日，不过要是继续咧营业，批评台中市环保局记载代志发生，应该按需要求停工停业。这是我们的代价，那你们的公权力呢？他今天现在这个时刻还在烧，我们的气密窗没有用，因为它是从任何缝隙都会进来的。每一年都超销1个月，那这3年超销的情况累积下来，环保局仅开罚了16万，也就是说，它每年超销的成本只有5万元，难怪它现在还敢这样，就是肆无忌惮的去超销。暗内这个烟筒讲，白色的烟要是一直闻出来。款团协调今年11月18开始连续4天，汉基公司伫咧超过许可的操作日了后，也是继续咧营业排放气体的画面。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今年7月到9月去汉基公司稽查2届，发现第二新排放超标，而且调出操作的记录，发现这3年操作的工数拢超过许可。马以空无法分别裁罚48万甲16万，不过目前若照法规，无法度要求业者停业。操作天数的一个超标，但是对于它的一个操作量的部分还在我们空污的一个合可范围内，所以并没有超标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会要求同仁这边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做严格的一个稽查。目前业者并无对外回应。台中市府强调讲，这个业者是立管的对象，过去3年拢总稽查87届，发现违反空污法甲废弃物清理法拢总10届，计共裁罚321万1000块。不过嘛讲，施工时并无稽查许可操作日这个项目，因为业者甲其废弃物处理许可证，2025年年底会到期，所来一定会严格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鼓励这少年人生囝，南投埔里镇公所呢是来提悬补助，生一体这奖励金是对1万块增加到2万，而且对明年开始，这1岁到5岁的囡仔生日的时阵，买当领到2万块的红包。幼稚园的囡仔骑脚踏车、高水架，但是即马少年人生囝意愿无悬，南投县埔里人口数也直直减少，所以变3418万的预算，规划明年开始，1岁到5岁囡仔拢会当申请生日红包2万块。有这2万块是不无小补，但是有关提高生育率的话，因为生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审慎考虑。小孩后续的教育才是更花钱的。那如果能够延续到国小毕业，他们这样子可能大家生小孩意愿可能会更好啊。
这几年玻璃顶公所唔拿甲这部行了，够中钱。玻璃顶公所去年加薪约奖励金，对每体1万增加到2万，明年开始阁要增加幼稚生一底金2万，中央金路金嘛对2000提悬到3000。生育补助一体2万，了后第7岁到5岁的生日生日过3个月来申请咱的这个生日的这个礼金嘛是2万块啦玻璃顶公所表示，玻璃顶幼稚生日礼金2万块，幼稚和爸母的其中一人，爱伫幼稚满1岁到5岁生日进前，连续设户口的玻璃满1年，期间拢唔捌迁出去才会当申请。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创刊已经超过20档的新活水杂志，这阵啊呢是要出版到第50期啊。文化总会也要伫11月2日来举办活水市集，邀请到独立册店、台湾作家，也有台语乐团做伙来参加。你有偌久无看过杂志？由文化总会发行的杂志《新活水》，对2017年开始开放发行，到达已经满50期啊。文化总会表示，为着要贴近少年朋友的想法，大期的排版内容拢真活泼，想要打破大家对传统杂志的印象。就侪咱新一代的，像大学生啊、少年人啊，伊就爱咱的这个杂志，就是因为讲伊无这个框架啊，伊袂用。过去咱较刻板的印象去看这个杂志。文化总会讲，伫咧这个科技进步、充满 AI 的年代，更加需要做杂志，因为杂志才有温度。所以文总表示，新活水杂志唔但关注新的文化，也重视台湾文史的整理。亲像有一期的杂志，号做《新台剧2.0》，内容咧讲台剧创作者和土地情感，因为因希望会当做一本未过期的杂志。这样的一本杂志哦。只有在这个时代，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做得出来，它大概就是一个不会过期的好的杂志。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什么人会做出一本标题叫《大猫咪》的杂志？为着要庆祝新活水杂志行到50期，文化总会伫11月2日也举办活水市集，邀请独立册店、作家和歌手来参加，有台文乐团庄卡人、北管艺术强乐hen等等。文化总会邀请大家来体验，和文理和音乐伫咧同一个空间产生共鸣。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这原住民服装顶馆呢，拢会有各种无同款的装塔。即马有艺术家呢，是结合现代的元素来打造时行的服装。目前伫咧台东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当咧展出。原住民的传统图文，即马已经用入文创品，制作轻便的衫。不过，即马也有艺术家将传统原住民族服的样式用入即马的服装设计，亲像赛德克族的国宝艺术家张凤英的作品，用入大陆底下流行的套装，看起来少年个活力；也有用入阿美族真爱采集食物的惯势，用伊因耳技法做成家族图文的现代服装。台湾族艺术家将传统的图文用到布绣技法设计做礼服，将流行衫重新定义过去间的第一重要场合，将看到的原住民服装演进入时代潮流。其实我们原住民不是冻结在过去，不是原始，不是传统，而是活生生的活在现在。这个展览，我们想要更好的呈现当代的一些活力、样貌还有创造力。即麦开始，才用着原住民传统的流行的服装，伫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展出，让大家看到有流行感的原民文化。是让史前馆的文物活起来，好展示活起来，那能够更贴近大家的生活，那甚至在生活里面找到时尚感。史前馆表示，这摆展出28位设计师超过40件各族原住民流行服装甲配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豆做这款物件呢，是真侪台湾人细汉时的记忆。有民众是讲呢，在煮糜的时阵一定爱来配这味，甜甜咸咸的滋味，真也请到日本去。自助餐内底，民众也捌摕嚟开心的菜，真侪人的撇仔内底拢有这味，一块红红，食起来甜甜 QQ， 这是豆鸡。嘛有人会用形体去分，长长一丝一丝的叫豆鸡，规地叫豆枣。有民众讲，厝内底若煮糜，食饭到顶悬一定有一味豆枣。我不知道叫什么，可是我吃稀饭我一定要配它。是哦，小时候就吃过吗？对，我从小就吃过，而且我很常去饭店还是哪里，这是会吃到像这种很多用途啊。你夹馒头啊，或是夹烧饼啊，加个蛋啊，然后配粥啊，都很好吃。
还有做饭团啊，我也会买回去给小朋友早上做饭团。细汉时，阿母阿嬷用互咱配糜食，大汉换咱用豆做款互囡仔食。屏东有业者讲，这味用豆皮落去煎，然后用糖、麦芽、豆油等等的酱料来煸的豆做，是正港台湾人发明的食食。有外国人食到感觉滋味袂歹，嘛要登去做盘手。外国人其实很喜欢吃甜，那外国人吃到我们的豆枣呢，他们觉得说，这个是类似泡芙吗？然后又是有一点蓬蓬的这种，就是没有吃过的味道，他们会很喜欢。因为它是个腌制品，如果钠含量太高的话，对我们一个高血压的人特别会增加他的血压，然后对肾脏不好的人，这个高钠也是有相当负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豆枣这种食物呢，还是越少吃越好。豆枣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佫迁到日本去。不过医师也提醒，豆枣好食嘛爱强脆，尤其是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记者柯斌在国家组区交用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9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24度，南部地区20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5度，然后外岛地区16度到2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